但那是风台过了到今呢，已经2个外月的时间啊，也毋过台南市将军区呢，即马还阁有受灾户厝顶是还未修理好势。有一对翁仔某呢，是因为等无工人，所以只通分开去住因囝的厝。目前这台南市府呢是讲已经有9成找到厂商啊，也毋过即马呢这新风台又阁要来，所以灾民心肝内是真烦恼。 今日台南将军一户姓黄的翁仔某徛喺内底，部分厝顶互单那些风台拆了了，对内底看一粒欠天，客厅内家具囤甲满世界，厝主无奈有会歹去的就爱单掉，整理到单要2个外尾啊。根据台南市政府统计，灾后慰助金发放已经完成99%，另外有意愿参政府媒合修缮拆除，进度嘛有90%。不过即阵嘛是阁有部分灾民也搁咧单工。我嘛是逐工咧赶，哎，就是等铁机啊，我咧房啊就是要换铁机嘛，换地皮屋啊，嘛是咧等了。我逐工嘛在赶，我人逐工就是要敲电话，就来敲电话啊。他在催了，对，在催。看看这2天有没有办法就对了。所以最坏的打算就只能让他。 听天由命啊！厝顶的室内都拆完了后，到今也无法度修缮。因翁仔某讲，这2个月因分别暂时去住囝儿遐，若是市府这个补助，主要是针对徛家尔，仓库并无相关补助，但无袂少人靠做事的趁食。这维护费参空灾了后的废弃物，嘛是因真大的负担。这阵工人总算到位，按算会先用铁片来遮暂时应付，后续搁修理较完善嘞。当间问厂在修理的。 啊，准你的讲这个没有算在内，只有污损啊。以目前比较重要的就一点先大致上先做了嘛啊，如果其他的那种里面能够做的就尽量嘛，用盖的啦，还是怎么处理啊？修缮团队讲，完整修一间上无爱3至5天，就算落雨，进度嘛无停。不过刷落来，佫有风台接咧来，台南受灾户参时间咧拼，就希望这波风雨莫佫造成严重的迫害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